72烈士纪念碑。我们想到的是历史上清朝末年辛亥年1911年广州329之役，黄花岗72烈士。结果这里看这个碑文的记载，结果是跟民国57年空难事件有关系的，很多的空军的官兵还有眷属啊，搭乘的飞机啊，从冈山飞到新营这边，就是在你看新营东边3公里，这里算柳营农场啊，在积水西南边哦，就在这积水西南岸这里失事飞机失事全部的空军官兵眷属都罹难了，然后可能是请屏东市的慈幼宫的明海法师来招魂啊，然后有建这个庙来供奉。因公殉职的英烈千秋，它是来自屏东空军6联队的，它是那种运输机的发生空难的里面有很多长官的呢，开飞机的以外，你看机工长啊、通信官啊、空运士啊你看搭乘的人员啊空军总部的政治部的后勤署的、军医处的、作战署的、情报署的、国防部的、三军指参大学的看空军参大就是指参大学，工程官啊空军的机校，冈山那个空军机校的也有，还有宪兵啊，还有很多空军眷属是从冈山那边飞过来的呢，要飞往台北途中坠毁在台南县新营东方3公里柳营农场。机上所有的人员全数罹难了。英灵因公殉职的英灵72宗类正气青史还天地，意气耿昭千载，精神壮山河。为忠为义，乃圣乃神表赤心。为忠为义，乃圣乃神表赤心。72宗类，72宗类正气，72宗类正气青史还天地，意气耿昭千载，精神壮山河。看大榕树旁边怎么也有火龙果？可能是火龙果田它丢出来了，你看寿命那么长呢，丢出来还能够活着你看。这里是积水溪的南岸。